我呢排靈修係睇詩篇啊，詩篇亦都有好多上帝嘅説話，好多金句係值得我哋分享。今日我揀嘅金句係記載喺詩篇第16篇第11節。佢話：你必將生命嘅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滿足嘅喜樂，在你右手中有永遠嘅福樂。原來上帝係一位賜生命嘅主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嘅大門徒彼得，佢講一句説話，我成日記喺心裏。佢同耶穌講，佢話：你有永生之道，我們還跟從誰呢？原來耶穌基督真係有永生之道。呢個永生之道包括埋一個豐盛嘅生命，而耶穌基督係唯一嘅道路，係通向呢個豐盛生命嘅唯一道路，冇其他嘅道路。耶穌亦都講到佢係咩啊？生命嘅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若果得到呢個喜樂嘅生命、豐盛嘅生命，必定要首先承認自己係一個罪人，而且甘心情願去跟從耶穌，稱佢為你嘅救主。淨係到呢度唔夠嘅，我哋仲要我哋不斷去前進，不斷要成長。我哋更加唔單止稱耶穌基督為我哋嘅救主，我亦都稱佢為我哋生命嘅主宰。聖經話：若果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嘅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原來真真正正能夠改變我哋生命，我哋係要靠耶穌基督十架寶血赦免我哋所有嘅罪，使我哋賜我哋咩啊？新生。呢個新生按照今日嘅經文嚟講，原來係一個喜樂嘅生命。上帝為我哋預備前面嘅道路係一個喜樂嘅人生。上帝為我哋前面嘅道路係一個永遠嘅福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好感謝神，因為耶穌基督係道路，係真理，係生命。